你那在头上哪来着家哈？是不？搿些话给你不等着，少给你带你海的啦哈！谁给你来困俺隔壁头，让不了个俺壁头。也分自然好啦，大进门谁没海，我真家好嘅。黑啥 app 呢？啊，黑啥 app？快点，黑啥 app？哎呦，这我的黑啥？这黑啥？这黑啥 app？快点，快点黑来黑。这黑啥啊？你也没红白帮我，黑子啥嘛没黑是哇？我可不想弄进去的，太多东西，太多了上，放心，光翻弄了上就去啊！为啥子我带去弄个去做了上机哇？哎不，嘿。爸爸。哎呀，谁帮你啦？你怎么会的黑子啊？哎呦！哎，你看看一个啥子 app 在哪呀？哎呦，不能开个，不能开吧？我喊你 app 你喊我写忘眼啦，不看你看啥人？已经来到对方一点点个啥人 app 那样，这个啥人了哈？哎，在耶！哎，看见哎，拍水，拍水，哎，你 app 赶紧拍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丽。现在嘛，最爱我都打你讲收财务证，哎，我公交车啊，哎，不是先看来不能看，原来那大股息啦。成功我去说的少的呀，你一个个来了海啊！侪是企业单位退休的人，但还不一样，我3000多块你退休工资的嘛。那还在旁边不出手去拖呢，猪噜噜开厕所去拖的呢。阿姑姐，2张来好出来，侪是事业单位退休的人。好出来噻！哎呀，好收财务啊！哎问，哎呀，好收财务啊！收财务讲收财务，你想讲啥闲话？跟到电话洋这闲话啊，当白话啊，快了快啊！看见人噻，内涵，只能讲你好的啊！我的上你讲你好，特别菜。哎，对，你讲你收财人，我他 hello 你家不菜啊，内涵，干好呢，内涵。